如果用一種顏色嚟形容記憶最冇效咧，我會用灰綠色。冇得中學嘅生活，我會用黃色。我會用黃色嚟形容。我會用白色。我就會用彩虹。我會用粉紅色。我會用海水嘅藍色。選擇紫色。日系嘅粉色啊。我會用橙色。Then I would say red。我嘅 QM 顏色係古銅色。我會選擇綠色。我覺得我會揀綠色咯。我就會選擇綠色。綠色代表着有生命同大自然合一。記得我哋當年喺調景嶺嗰時候，到處都花草樹木，但下邊有好大嘅灰色嘅操場。再望遠啲咧，就係灰藍色嘅大海。白色嘅代表咗用包容。當年我哋嘅老師嚟自五湖四海，更有遠自挪威。唔同能力嘅同學喺學校有教無類嘅氛圍之下，一同學習，一同成長。黃色我覺得係好多童年時候嘅朋友嘅回憶啦，同埋有好多老師嘅鼓勵，好有 energy。因為我係一個獨木舟隊員，喺陽光同海水俾我嘅烙印。佢培育咗好多唔同性格特徵嘅學生，令到我哋喺社會上面能夠作出貢獻。紫色喺模德係代表咗愛社。喺呢6年裏邊，我亦都感受到我個女係得到好多愛嘅。粉紅色往往俾人嘅感覺就係純潔、溫柔、溫暖而且可愛。因為橙色俾我嘅感覺好溫暖，好似 QM 每一位嘅老師，佢哋對學生無微不至。綠色就代表住生命同埋希望。因為綠色咧係代表生命力啦，代表成長。彩虹咧代表上帝嘅約，75週年真係上帝嘅信實恩典係好夠嘅。因為咧黃色代表陽光，喺我心目中咧，模德係一間充滿陽光嘅學校。原來彼此都係可以好和諧、好融合，呢個咧係人生好難得嘅一段日子。Which means that we live life passionately and to stay motivated with purposes of life。感謝神嘅恩典同埋奇妙帶領，義無三無同埋身為家長嘅我都成為模德人。多謝 QM 咧，提供好多嘅機會，等學生可以發揮所長，成就佢嘅夢想。亦都要好感恩歷年嘅校長先生咁多年嘅傳承，令到我哋大家今日仲可以濟濟一堂，共同慶祝母校嘅生日。呢度特別要多謝 Michelle， 係你令我知道肥仔絕對係一個潛力股。戴文騰老師同埋呂光耀老師，仲有楊美娟老師，係你哋教識我學識緊要，但做人嘅品格更加重要。揀周詠如老師，佢影響我好深遠。咁周老師咧，其實嗰陣時都好忙嘅。咁我見佢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咧，同我傾偈，了解我究竟有咩困難啊，或者屋企有冇啲咩事發生，影響咗啲成績。咁當下嗰刻咧，係會覺得，哇！呢個老師好充滿愛喎。我想多謝我哋會考班嘅所有老師，想多謝你哋，因為你哋包容、你哋愛、你哋教導，令我哋揾到人生嘅方向。係林志斌老師，佢係教我中文嘅科嘅班主任，因為一次嘅宿營帶動咗同學嘅團隊精神。另外一位就係錢 Sir 啦，影響我過去嘅職業生涯，不單只係教我哋數學，更有人生嘅哲理。仲有張 Sir， 多謝你每年籌辦校運會，使我哋人人都有強健嘅體魄去積極參與。我哋嘅數學老師錢偉文先生，錢老師深入淺出，教大家將問題拆解分析。上錢老師嘅課係非常有挑戰性嘅。一定會揀我兩個一大佬同埋二佬咯，即係 Eddie 同埋波子，好多嘅提點，咁令到我喺呢度都成長咗好多，學識咗好多嘢。真係好感恩當時咧，神安排咗楊正霞校長帶領住我哋模德裏面好多好有熱情、好專業嘅老師啦，同埋好多好有責任感、好有愛心嘅同學。多謝一個人咧，當然多謝上帝啦，因為俾我入到 QM 呢個健身房，讓我係培養自己嘅專業啦，讓我好多嘅學習。特別要多謝一位校長開我嘅眼界，令我即係知道點樣去做一個老師。最後 QM
各位老師同學，大家好。我係張偉強老師。我喺1958年起咧就讀慕德前身嘅信義幼稚園，到1967年咧就喺信義小學畢業。67年咧起咧升學到去慕德中學，到72年畢業。79年咧翻去母校任教，咁啊直到咧08年退休啦。今日好開心啦，同各位同學咧校友喺呢個75週年嘅學校慶咧做啲分享。雖然我身喺加拿大，未能親臨今晚嘅校慶晚宴，但我希望而家你用呢個視像咧喺呢度咧同各位老師同學咧共度。我首先預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主恩常在，並且祝我哋母校咧校運昌隆，英才輩出。對我哋每一個曾經喺呢度就讀嘅或者係同埋畢業嘅同學咧，我哋都要謹記我哋慕德嘅精神，就係克勤克儉，好學力行，堅持真理，以愛為待人處事嘅心，成全我哋慕德精神，開創未來，造福社群，為我哋慕德再創無比嘅光輝。最後我願意以響調景嶺慕德中學校門兩邊嘅一副對聯咧，同同學分享，以成全我哋慕德嘅一個教育嘅使命。呢兩句嘅對聯就係務由一心寶典，高揚傳聖訓，德成四育，學風白綠少為輝。願呢兩句說話讓我哋大家彼此共勉，祝各位平安喜樂，主恩滿日。多謝各位。